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北地检署有一个39岁姓简的受监护的处分人，为家人某一间的病院来逃走，目前是下落不明。刑事局昨暝发布着重要紧急查缉的专案，统领全国的警方来抓人。啊，这个姓简的男子，去年涉嫌摕迄个酒矸啊，攻击一个过路的女子，被害人受重伤。 伊涉嫌杀人未遂，警方判断伊有攻击性，所以公开伊的相片，呼吁民众来注意。穿深色袖袜、挂嘴暗的查甫人，行伫咧家人街路行真轻，看起来是伫咧赶时间。原来伊是一个受监护处分的嫌犯，才为病院逃走出来。 刑事局嘛赶紧发布紧急的专案，公布相片。因为昨暝伊伫咧家人某一间病院逃走了后，即马人无去，通知全国警察抓人，因为伊涉嫌犯杀人未遂，会共攻击。含学校就公布相片，提醒学生囡仔爱加注意安全。该碱性脱逃受监护处分者具有攻击性，离院时着白色上衣、黑色长裤。 外穿长袖方格纹衬衫。去年1月，姓简的嫌犯伫咧人真济大路向攻击一个小姐，伊走到路中一直发救命，所扣嫌犯优异的衫裤，佮摕酒干那个喊。到在有民众打真济过阻挡，警察才抓着人。被害者王小姐规身躯真济所在受伤，起脚动手姓简的嫌犯扣伊杀人未遂，判关3通。执行进程爱搁监护5年。本署同日晚间，并依法案处分执行法规定，对简男发布通缉，将全力追缉到案。警察呼吁民众若是发现有行为怪奇，佮生做要讲的查甫人，唔通怀疑收紧，卖赶紧报警。不过杀人未遂，通缉犯伫路口落落拍走，互民众出国时心惊惊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